1899年，Tesla 喺芝加哥嘅伊利諾俱樂部舉行了名為 Tele-Automatics 嘅遠距工程學嘅演講，為這個無線計劃的互聯性建構作出講解。其後到達科羅拉多州去興建了新型實驗室，專為高頻高壓實驗而建成的 Colorado Springs Experimental Station。這裏遠比紐約實驗室規模更大。雖然初次實驗結果只產生了5寸電光的放電現象，效果非常弱及嘈吵，但其後時間 ，Tesla 高頻器已能無線放電100尺距離，更顯現出有如閃電的磁場徵象。另外 ，Tesla 他觀測出地球表面有靜止波並能轉化為電力所用，這種地電能源源不絕地產生，能成為環球系統中永久電力供應的一環。為此做出更深入的研究，不但高頻地電有所收穫，有一項被外界質疑的發現，亦在這時公佈了。這是需要在廣闊而空曠的環境中才能具體發現的。在某個深夜工作中嘅 Tesla， 從頻寬接受器接受到強烈而靈敏、充滿節奏嘅脈衝電波信號。這信號充滿了人工化又不似人類能發出的現象。佢推斷這種無法解釋的信號來自外太空，而且那有規律而帶變化的信息是來外星生物與地球溝通。當他發表時被外界指責無理荒謬。在 Colorado 做實驗研究期間 ，Tesla 居住於 Alta Vista Hotel 207號房。之後 ，Tesla 收到贊 Jacob Astor 投資其研究的10萬元投資，更受邀請搬去 Astor 持有嘅 Waldorf Astoria 居住。這酒店被譽為尊貴、優雅而宏偉嘅最新式酒店建築。同時 ，Tesla 這個實驗室更被 The El Paso Power Company 無償免費提供電力，作為對 Tesla 為城市帶來名譽及聲望的回報。可以說是 Tesla 除交流電外最獲得投資者信任的另一高光時期。可惜由於回報無期及即時資金已用盡，加上計劃太無私，商業價值不足，令財團有所忌諱，眾多投資者亦中斷了投放資金。還有的是那極震撼的遠距離放電效果，令到當地政府及民眾帶來安全意識問題。在眾多因素下，次年 Tesla 只好無奈離開了這個為電信、可再生能源、太空探索等等有實際效果的實驗室，去尋求其他方法。